伫高雄有一间农场去互21个员工投诉，若是环境无卫生，对动物嘛真歹，害真侪动物破病、受伤，甚至是死亡。动保处昨昏去稽查，认为动物的健康是无问题，不过确实是有部分的动物的脚蹄受剪了无好势等等的问题。目前是已经要求业者来改善，若无就会处分，甚至是撤销执照。最多用面巾戴卡，无经验工作人员要加增加，结果加伤心，煞受伤流血。高雄一间动物农场，互人投诉空间无够，环境卫生也无好，饲料甲水有水汽或者是变色。很多动物都具有皮肤病的问题，然后以及这个指甲过长，然后环境肮脏这个问题，然后反映多次，主管都是忘记这件事情，或者是每次都是给我相同的回复。除了真侪动物破病，以前员工表示，引导到外来互片养关做伙，也互引导互护士的养啊弄伤，也个控枪，互送回车告示。动物会受伤的话，不是刚好瞬间看到的话，没人敢确定。这种东西的话，我们真的不敢随便乱讲。但是受伤，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照顾它。其实农场去年就互动保团体野出违法展现关于动物的环境单调这问题，以前员工表示，园区内底问题真多，高雄市动保处23下晡也到场稽查，因为动物健康拢无问题。这个梅花鹿剪指甲部分，还有剪指甲，比如说这个方式对不对？我们到时候会请他来说明。第二就是说，针对那个就是羊驼，它背后有几个伤口，这怎么造成的？这部分我们也会请他来说明。动保处表示，请业者说明动物受伤疑点，若无会处罚，后续也清查园区内底动物品种甲数量，确保业者无隐瞒伤病动物数量。记者综合报道。